咁其實準爸爸媽媽咧去舒緩自己嘅壓力之前咧，我諗第一步咧就要去能夠覺察到自己嘅情緒嘅狀況，而情緒其實同身體嘅感覺係會有好大嘅關係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嘗試呢一個靜觀呼吸練習，去學習下點樣去覺察自己一啲身體嘅感覺。大家可以嘗試坐一張舒服嘅凳，嗰張凳咧可以係有一個靠背嘅位置啦。如果冇凳，亦都可以坐喺一張舒服嘅席上面，俾自己可以安靜咁坐落嚟。隻手就擺喺大髀嘅兩邊，首先咧就可以眯埋眼啦，感覺一下我哋身體觸碰物件嘅一啲嘅感覺，當中可能係背脊靠住椅背嘅感覺啦，我哋嘅 pat pat 坐住張凳嘅感覺，隻手觸碰住大髀嘅感覺，同埋隻腳掂喺地下嘅感覺。覺察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留意喺我哋嘅呼吸上面啦。我哋可以留意吸入去嘅過程，特別係空氣由個鼻吸落去我哋嘅肺裏面嘅狀況。我哋再嘗試吸多少少去到個肚裏面，以至咧個肚會有少少脹起嘅感覺。如果吸嘅時候，亦都可以試下配合一個數字嘅計算，譬如可以數1、2、3、4、5，然後慢慢咧喺個口裏面好似吹蠟燭咁樣，將個啖氣咧慢慢咁呼出嚟。呼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數1、2、3、4、5，重複咁樣練習呢個呼吸幾次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再次嘗試留意自己身體各個部分嘅一啲嘅感覺。我哋感覺下個頭或者條頸，去到膊頭或者去到隻腳，各個唔同嘅位置嘅感覺係點嘅呢？係刺痛啊，或者痹啊，又或者有冇啲濕潤嘅感覺？可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，會有一啲嘅雜念，或者覺得好似集中唔到，但係咧都唔需要去批評或者去自責自己好似分咗心，因為咧呢一啲嘅感覺咧都係話俾我哋聽，我哋係需要去到下一刻嘅時間。咁呢個過程咧可以重複大概3至5分鐘。如果覺得舒服嘅話咧，可以每一日重複咁樣去練習。咁其實咧，當我哋去覺察自己身體嘅感覺嘅時候咧，就會更加留意自己嘅情緒，避免喺對情緒最高漲嘅時候咧，會令到自己好辛苦，或者出現咗一啲極度焦慮同埋憂鬱嘅狀況。而另外，我哋喺留意呼吸嘅狀況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減少一啲身體嘅壓力嘅反應，可以從而達到放鬆嘅情況啦。